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日前针对着死刑的议题来表示讲，伊绝对无等待、无妥协的立场。也毋过去互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泰甲酸讲，只要心地清楚的候选人，袂安尼讲吧。侯友宜今仔日搁一摆来确定伊的立场，伊讲伊为以前到即摆拢是反对废除死刑，也就是赞成死刑。另外，针对这个赖清德讲要紧急来启用已经停止运转的核能机组，侯友宜是炮轰着民进党所提出的2025非核加防真正是做袂到。侯友宜讲，伊若当选总统，一定会甲核安做好好势，甲核废料处理好妥当。新北核查清启动。结束2天的南台湾拜会行程了后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是把市长侯友宜回归市政，也毋过伊证明讲对死刑绝对无等待、绝对无妥协的态度，和郭文泰竞挺。我想，只要神志清楚的候选人不会这样讲话。公平正义，社会的期待，不信真理换不回。我从以前到现在，永远守着一个信念：我反对废死。侯友宜嘛，针对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，讲到紧急启用停运核能机组，批评民进党对核电态度的改变。民进党说了2025非核家园，我一直说这是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话，就要不断的去反省自己为什么当初会这样说，一定会把核安一定做好。核废料妥善的处理，核能就是我的选项，让台湾不缺电。侯友宜对了展现强势攻击嘛，正拍拼整合蓝军，尤其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并当议长就电论会面了后，听讲被建议去甲郭台铭沟通一下，邀请来做竞总的主委嘛是会使。郭董就是我们一直非常尊重的经济产业的领导人。谢谢王院长，他的宝贵的意见对我们国家发展、对两岸稳定会有很大的帮忙。2024年的竞争已经开始啊，无论讲是拓展票源，还是讲营造团结的气氛，这都是侯友宜真需要去面对甲解决的问题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